府啦，我覺得教育唔係政府嘅 responsibility，教育嘅你哋自己市場去斷定啦。你有錢嘅就去好學校啦，窮嘅話你就係你又去渣啲學校啦，你叻嘅話你就再要更加勤力噶啦。OK， 冇問題，我當呢個右派思想觀念。但係你中學生畢咗業出嚟，又去到大學，佢又係話教育產業化，因為佢市場主導啊嘛，就係話揾你學生錢啊嘛。你變咗咧就係話你有錢嗰啲你就得到應得嘅教育啦，冇錢嗰啲你硬叻都好，你係俾成個市場 market 嚟淘汰咗。因為如果你從個做生意角度，你就唔係個 prefer customer 啦嘛，如果唔做你生意嘅直情係，咁嗰扎人咧係完全係上流唔到嘅。嗱，同埋另外一樣嘢，我當我 buy 你呢個教育產業化，雖然我係極度憎恨同反對呢個教育產業化，即係我覺得教育係唔應該產業化嘅。產業化就係要嚟揾錢啦，阿哥係咪？嗱，我又舉翻啲外國例子啦。你極端啲就係澳洲美國啦，但係其實咧好多歐洲國家甚至乎澳洲紐西蘭咧都趨向呢啲即係少少產業化啦，即係意思都希望透過 education 嚟揾錢嘅。但係外國嘅政策唔同在咧，佢哋嘅教育產業化咧係一個出口產業，即係意思係佢係完善自己嘅教育制度，優化自己嘅條件嚟去賺外匯、賺外國學生嘅錢。跟住嗰嚿錢賺咗翻嚟之後咧，佢再用嚟補貼翻自己本地學生嘅教育開支。嗱，呢個就真正係產業化啦。梗係啦，你當做生意，我賺外國人嘅錢翻嚟用翻自己度啊嘛。你香港嘅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就係，你係政府等好多，又話大市場小政府，但係調翻轉又等好多錢落翻個直資系統度，或者係大學學額度咁樣，乜都好啦。雖然冇乜學額啦，就係去投資啊、建校舍嗰啲，俾咗錢落嚟，但係咧你個大專院校啊、中小學又好啊，成個教育制度都好咧，佢哋嘅 first priority 嘅揾錢目標咧，就係揾翻自己有笨，揾自己有錢，跟住第二個目標咧就揾埋外地人嘅錢，即係大陸學生落嚟來港啲錢，即係咧總之啊左右都揾盡晒，cap 晒水，但係啲水唔知去咗邊，就係唔會落翻去成個教育嗰度，唔翻啦，因為嗰啲即係從佢哋嗰啲自私右派思想嚟睇，嗰啲學生只不過係一個 customer 嚟啫嘛，你 credit card 有回贈啊，阿哥。你香港教育制度回贈個春你所以你要香港人成日話討論教育制度啊點樣唔好啊，但係又硬係好似覺得點都好啦，起碼我哋都有大學額啊，起碼我哋啲學生而家即係多咗大學學生啦，唔似好似以前咁樣啦，想讀書都冇書讀啦，但係其實呢個係一個錯誤嘅觀念，你冇理由將而家嘅環境嚟比翻我哋以前老豆嗰陣時嘅環境啊，成個社會都唔同，成個社會都唔同咗噶嘛，哥係咪？你同埋你都係話你繼續咁樣產業化，你其實長遠嚟講，我又當你係右派思想，你對成個經濟體系都唔會有好處嘅，冇幫助，完全冇幫助。你睇翻，如果30年、40年之後嘅話，如果我哋今日個教育政策仲係咁樣嘅話，我哋依然會係30-40年之後都會係有一紮人係上流唔到，又冇教育，又冇競爭力，又係困住一個困局。咁你到最後你要幫翻佢哋嘅啫，即係你唔幫佢哋咧，咁就即係我當係一個右派人，我冇諗住幫佢哋。咁自然淘汰啊嘛，自然淘汰，咁佢都要搵個地方淘汰嘅大佬，真係嗱，呢個真係好可悲啊！通常所以就係你咁樣諗翻下咧，你香港政府其實一直以嚟就係用個大市場小政府嚟做個藉口，嚟推卸咗教育、醫療甚至乎其他民生嘅責任。跟住話市場會幫到你，但係得嚟咧，佢又唔係話真係完全開放市場喎，佢調翻轉又好似直資咁，其實佢又係絕對完全地介入嘅，咪學券制喎，你學券制，好明顯係一個右派嘅一個體現。但係右派得嚟咧，你又扭曲咗成個右派概念喎。
唔該，你如果真係學券制嘅話咧，你一係咧就全部都係私校，你又唔好有公立啦，阿哥，你一係咧就全部公立，你又唔會有私校啦，你又一半係一半唔係，俾啲學券又唔俾啲學券，即係佢係變咗係扭曲咗個成個市場。其實你睇翻香港政府成日講嘅右派論述咧，就算我當佢哋啱，我當我 buy 你個右派論述，都係呃人。全部入邊都唔係講緊右派嗰啲嘢嚟嘅，即係我啲 friend 咧，佢喺讀書嘅時候，佢係一個好右嘅人嚟嘅，佢成日都話咧，依家香港嗰個經濟或者個教育出現嗰個問題咧，唔係在於右派有幾十惡不赦，而係根本而家係三不像四不像，即係成件事咧係我又喺左派嗰度滲少少，右派又滲少少，我自己又改頭換面，結果咧就乜鳩都唔係。咁而家個情況就正正係咁，你可以睇到咧，直資學校我淨係講學費啊，你諗下喺即係中一已經係講緊33000蚊。哇，咁大佬啊！係啊，附屬小學仲誇張，4萬蚊，即係某一間啦，我唔開名啦。你諗下，你完全偏離咗一個即係家庭，即係基層家庭嘅收入，咁唔通我唔食飯，我全部掉晒俾個仔咩？唔可能㗎嘛，大佬，我仲要住，我仲要交通。有呢有路。頭先點解我講緊即係跑步嗰個例子咧？就係講緊咧點解即係如果你咁樣 run 落去啊，其實對成個香港以至經濟或者可能講緊社會都係冇好處。就係其實你喺嗰一紮人嘅裏邊咧，基層嘅人入邊咧，可能佢入邊有好多好有 potential、好叻嘅人，實有好多大有人在。但個問題就係咧，你冇一個好好嘅教育俾佢咧，你唔練啊，你就會生疏。你唔去訓練，佢個 potential 都會有用完嘅一日。OK， 好似我以前打機踢足球經理咁樣。OK，嗰個明明妖人嚟嘅，數值係負10嘅，你唔去 train 佢，唔去出佢，你唔俾好好嘅訓練佢，明明佢可以踢英超，你將佢放喺呢個 conference， 放喺呢個丙組、乙組、丁組，結果佢係受唔到最好嘅教育。佢過2季之後咧，佢就只係一個普通嘅球員，一定係咁啊！而家個教育就係喺一個咁嘅問題出現啊嘛。同埋你再 step back 啦。又再宏觀啲睇，你好中意宏觀嘢嘅啫。你再 step back 睇，好似你啱啱咁講，因為學費貴，因為成個扭曲咗嘅教育制度，你變咗你年青人嘅，你都唔好，我又費事拉落去房屋政策啦，即係嗱置唔到業啦，啲人都唔敢去結婚，咁結婚嘅都唔敢去生仔，咁生仔嘅都唔敢生得多。嗱，OK，嗱你而家諗啦，唔敢生得多，人口越嚟越老化。出生率越嚟越低，右派思想你又再睇翻30年後啦，點算啊？成個經濟係崩潰喎。其實而家咧係重複緊歷史，嗱你鬼佬嚟嘅，咁我講緊中國歷史先。其實咧喺幾千年、2000年前啦，即係講緊秦漢時期咧，有個即係講到咁遠，我講下先係好有關係嘅。呢個完完全全就係嗰個模式，就係咧當其時講緊係察舉制。察舉制即係點咧？我推舉啲賢能出嚟嗱。佢同我哋而家個教育制度當然完全係南轅北轍啦，但係入邊嗰個內容咧同我哋面對嘅問題一樣。佢會察舉啲咩人咧？咁如果我上咗位 ，OK， 我梗係察舉翻啲名門望族啦。我會唔會揾你啲寒門先？所以寒門同名門係點嚟咧？其實就係當其時而嚟嘅。而家正正就係呢個問題。你硬有能力都好，我冇機會俾你上位，我唔俾你好嘅教育。你明明就係廢廢地，但係冇辦法，你老大唔問遠，你可以入嚟我度讀。其實係咁啫嘛，而家嗰啲學校就係咁嘅，個仔、阿仔、阿爺、阿孫，全部都讀同一間中學嘅。OK， 個校長、校監由40歲變到70歲、80歲都係識嘅，5代同堂嘅嗰啲學校真係完完全全就係5代同堂嘅。OK， 阿土嗰個例子其實係而家係冇可能發生㗎啦，即係極不可能發生。你一個基層嘅家庭咧，要好似阿土咁樣可以入到即係香港呢啲咁嘅名校咧，其實已經係越嚟越難，因為當時咧即係。再講耐少少，譬如50、60年代嘅時候咧，當其時嗰啲嘅直資學校咧，或者嗰啲嘅名校咧，佢唔係咁睇你嘅出身嘅，即係你嘅能力符合到 ，OK 冇問題，我仲有可以補貼俾你，佢白飯魚又送俾你 ，OK， 琴具又送俾你，運動衫又送俾你，當其時真係咁㗎，因為我舅父就係咁樣出生咯，但係而家唔可能啦，已經，即係你負擔唔到嗰個費用，唔該你趌柒啊，真係。咁調翻轉頭，我係想問一問，咁究竟係？發生咗咩事咧？嗱，我就係講話細一啲，從個學校即係自己當你嗰個名校，微觀啲啦。個方針點解以前會係即係咁即係講即係用我哋套説話啦，濟弱扶傾咁樣啦。咁嗰間學校都仲係
嗰間學校啫，你唔好理外圍嘅教育政策啦。點解佢哋而家唔可以繼續咁做咧？嗱，佢哋賺錢可以 OK 啊，我當佢哋繼續賺啲有錢仔嘅錢啦。咁你都繼續可以做翻你20-30年前嗰樣嘢。嗱，我諗嚴格上嚟係咁啊，因為咧去翻我宏觀啲講就係、我係唔相信咧嗰、個教育係應該俾市場咁去控制。即係你去到一個極致就係而家點解有咁嘅問題出現，就係因為你放得太多。學校都相信咗自由市場。唔係呢個，我懷疑係人嘅本性嚟嘅，即係佢哋去到嗰位咧冇嗰個限制俾佢咧，結果佢哋就亂鳩咁嚟。你政府唔去做嘢咧，唔去即係因為教育呢個係。基本上真係好基本嘅，教育、醫療、房屋呢啲真係最基本。你連啲最基本嘅嘢咧都放手俾個市場去咁做嘅時候咧，佢失衡咧係有原因嘅。即係如果我要即係咁早去講咧，係一定有原因嘅。你諗下呢個已經全盤變成一盤生意，所以冇辦法。即係我諗完全而家就係嗰個處境同埋問題就係咁樣咯。咁啊，我諗不如下一節翻嚟講其他嘢。長嘆，唉。下一節翻嚟講其他嘢。長嘆，唉。